以唐吉诃德来讲的话，它这次的租金是400多万，那跟之前这个韩流品牌，就是韩流的时尚品牌来承租这个600多万比起来，是它的整体的租金是下降了3成多。那整体来讲的话，它的租金是下修的。那最主要的话，事实上，虽然说西门町是台北市的这个指标商圈，那但是近期，尤其是近几年这个国外的这个观光客人潮大幅的减少，所以多多少少还会有一些影响。然后尤其是去年这个疫情的关系，所以这个无论是散客也好，或者是像一些就是本地的这些购物的这些人潮来讲，都大幅的缩减。那当然也会对商圈有一些影响，所以我们评估这是它这次总租金下修3成这样子的一个主要因素。不过整体来讲，西门町的这个租金的收益以及租金的水准还是相当稳固的。那去年跟2月跟6月，在这个西门出口这个6号出口出来这个徒步区的部分呢，那个别有这个单坪租金18000跟2万这样子的一个租金行情出现。所以我们评估就是整体来讲的话，因为大家普遍还是认为疫情总会过去，那未来的话以西门町的条件，这个观光客或者是这个在地的消费人口都会回归。那所以说在这个租金的水平上面呢，还没有大幅度下修的这样子的一个变动现况。那至于唐吉诃德，当然因为它最近这个生意相当的好，所以普遍可能会认为说它会带动一个商圈的效应。不过因为近期的话，因为疫情又有一些扩散这样子的一个迹象，所以短期来讲的话，我们还是比较保守观看这个人潮会恢复到这个过去比较人潮比较多的这样子的一个状态。那近期来讲，可能商圈还是比较偏向萧条。那长期来讲，我们看下半年的话，如果说疫情这个情况有说比较缓和的话，可能人潮也会慢慢的复苏。好，那最主要的话，像西门商圈，它最主力这个地段就是这个捷运6号出口出来这边的徒步区。那徒步区以外的这些区域呢，随着离这个捷运站出口越来越远，当然它的这个集客效应也比较差一些。那所以像这个成都路比较后段以及这个武昌街2段这边呢，因为它离这个捷运站出口会比较远一点。那当然以现在这个人潮比较没有那么踊跃的一个情况之下呢，这个店家它的营收状况当然会比较不理想。那难免就会有些店家在这个时间点，它可能会结束营业，那所以这个待租量有提升这样子的一个迹象。唐吉诃德它最主要的一个利多点就是在于说，因为目前这个国际疫情又持续的升温，所以说国人要出国采购旅游这样子的一个时间点呢，可能还会再延后。那尤其是要去日本做这个旅游观光的话，基本上是短期之内应该是很难达成的。我们预估今年大概都还是处于一个边境管制比较强化的这样子一个状态。那所以说，这种日商它如果进驻台湾的这个商圈市场来讲的话，可以因应就是这个国人无法出国采购这样子的一个满足点。那所以说，它这个人潮我们也可以看到，近期的这个人潮都是相当的踊跃。那对于商圈来讲的话，只要有大量的这个购物人口或者是这样子的逛街人潮进驻的话，事实上对商圈当然会有一定的这个帮助以及效果。那当然也会带动到周边的一些商家，他可能过路客的这个几率就会增加了。那只是说，因为毕竟他是刚来台湾，所以当然在一个一窝蜂的这样子一个追求风潮的情况之下呢，当然短期之内这个人潮会比较多一些。那我们预期可能到这个春节的期间，这个长假的部分呢，可能人潮都还会比较多。那只是说长期来看的话，因为今年整体的话，应该这个疫情的影响还是会比较大一点。那长期来看，是不是还能对这个商圈有一个带动的效果呢？我们评估来讲的话，大概是比较保守观看的。那另外一方面的话，当然也是就是目前整个各个商圈来讲的话，这个知名的店家可以吸引人潮涌入的这样子的一个效果，并不是那么的理想。尤其这个外送以及这个代购，还有这个线上购物呢，在近几年的话都蓬勃发展。那电商的冲击之下，零售业它的这个生存当然会相对比较困难。